今年嘅 SVT program 包括有3個活動，分別係 Aromatherapy、Messy Play 同埋躲避盤嘅。呢個 program 其實主要係想培養同學嘅同理心，同埋關心社會上唔同人嘅需要，去回饋社會。咁至於躲避盤呢個運動呢，我哋希望浸大同學可以去教小朋友點樣去玩躲避盤，同佢度過一個放鬆愉快嘅時光，去減輕壓力嘅。我哋今次呢個 Messy Play 嘅工作坊啦，過程裏邊咧，小朋友可以釋放自己啦，同埋喺玩嘅過程裏邊有自己無限嘅創意，俾小朋友真係擁有佢真正嘅自由時間，能夠有自己嘅空間去玩佢自己中意嘅嘢，自己去做主動。我哋就會做一啲嘅芳療上邊一啲嘅專業知識啦，認識下咩係芳療啦，咁同埋咧就會教一啲嘅關於精油啊、舒緩身心上邊啊，同埋專係針對咧長者護理上邊咧嗰個嘅用途嘅。呢一個係躲避盤啦，我都係第一次接觸啦，我就覺得好奇佢係咩啦，咁所以我就決定揀呢個。今日首先咧就補咗呢個嘅散手全盤啦，仲學咗2隻新嘅嘅，一隻係數字球，另一隻叫撒花樹。我哋觀察到呢一啲嘅活動行為嗰啲之後，就可以同翻家長講，幫助佢哋多啲了解佢哋嘅。啱啱佢哋喺度掟麥皮，代表中醫軌跡係。哦，咁佢梗係玩呢個活動玩得開心啦。見到佢有啲 preference 嘅，可能有一啲嘢特別喜歡，但亦都有啲嘢咧佢會抗拒。咁我哋又可以認識多啲佢一啲嘅而家一個成長嘅狀況。攞落去都好舒服，嗰循環好好喎。本來好多嗰啲青筋咧冇晒咯，因為都用咗好多時間去學呢樣嘢啦，可以令大家都覺得好舒服、好開心。喺呢2個月裏邊咧，佢哋嗰個進步空間咧係非常之大嘅，都好開心可以參與呢個活動。非常之開心，同呢啲年輕人一齊嘅時候咧，我都變得非常之年輕嘅，氛圍好開心啊！可以感受到佢哋 family 嘅呢種氣氛咧。我覺得最緊要除咗係學識點樣同小朋友相處之外，同埋你係要學識點樣去 organize 成個嘅活動咯。去準備啲咩玩具啊？小朋友應該會玩咩遊戲先適合啊？有咩感想啊？開心咯！能給小朋友和家庭一些幫助是我非常高興的一件事。係將我平時上堂學緊嘅嘢去運用出嚟，去幫人咁樣，都係令到我好開心嘅。